位于台南后壁区的智能姐姐慈善基金会提供奖学金，帮助在地清寒的学生，已经进入到第14年。今年有28个学生摕到奖学金。台湾第一马都林志玲，因为出世伫台南的后壁，所以讲伫后壁成立智能姐姐慈善基金会，伊透过自身的力量，逐年提供10万块的奖学金来帮助在地清寒的学生。今年已经第14档啊。特别重视在儿童的学习跟心理的医疗，然后让我们的一个孩子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学习，持续的一个成长。今年由后壁区的2间国中加7间国小，总共28名学生得到奖学金。国小一个人3000块，国中5000块，总共10万块。也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够向这位学姐来看齐。教育是改变人生真重要的方式，奖助学金唔但会当提供经济上的支持，更加代表社会对囡仔打拼的肯定甲鼓励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